芝士控必睇，咁短之美國體驗。今次要介紹一間維新宿 Lumine，咁我哋上7樓。呢間嘢專食芝士同甜品，睇到櫥窗啲 display 覺得正啊！夜晚一個 set 都係1500前後，芝士火鍋有4種口味可以揀，環境都算幾舒服。興合合芝士火鍋，呢個火鍋咁多嘢加埋都係1500，唔使一陣到齊晒，真係未食都流晒口水啊！咁就日本小姐姐食先，正啊！限定5種芝士多利亞，你睇下拉絲拉到，試下佢咩料先，睇佢個樣就知道佢幾幸福啦！超香濃，不得了啊！芝士型芝士蛋糕，即場表演，即整栗子蛋糕。係都要加幾塊芝士，都幾誘惑，個 balance 做得幾好，推薦啊！2個餐加2個甜品都係5000幾yen，咁就係咁多啦。想夠睇好西嘅科紅讚好，share埋俾你朋友，試過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치즈&ドリアスイーツ，下次再見。